来看嘉义新港的文昌国小，因伫咧3年前有成立着轻艇队，不过因为无设备甲无场地，敢若会当少人的设备伫咧游泳池练习尔。为着12月初6，嘉义县的中小运学校即马呢也带这选手去到比赛场地练习，希望拼着好成绩。那总有法度摕到好成绩，才会当来争取到更较侪源、更较侪资源来教三共着轻艇运动。学生囡仔甲蜻蜓一只准备好势了后，年岁较大的学生就带年岁较细的囡仔来开始训练，互因来体验过准的感觉。参加蜻蜓队的学生就讲，练这项运动会当训练到勇气甲身体的平衡感。一开始他们的船都是那种独木舟，所以独木舟的面积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它比较不会晃，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让小朋友练习独木舟去练习平衡。蜻蜓有可能会翻船，然后游泳有可能会溺水。要有勇气下去挑战。因为看到同学一起滑，我就跟他一起滑，想说这个蛮好玩的。因为新港文昌国小的蜻蜓队1个月初6就要来比赛，学校专工带因来到学校这个比赛场地来适应环境。教练讲，进前拢是伫室内游泳池训练，即马到秀外过准，要先互因袂惊，才会有好的表现。朋友可能会比较怕一点，所以我们是以用玩乐的方式让他们去学习。大潭这个活就是阮文昌国小的学区，这个湖面包括伊的水算活水，嘛有够长有够宽，所以来遮要比赛进前，我拢会带囡仔来遮做异地的训练学校表示，3年前开始推广蜻蜓胜利校队，一开始敢若会当伫游泳池甲人借船来训练，即马有学校这个训练基地，希望会当搁延续前2档的好成绩，互搁较侪人会当关注增加学校的运动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